哎呦，啊，管他那机缘啊，作曲人吴敬怀，作词人陈行昌。用许正昭的名，许先生、许明水先生带领有赏官之礼。大正5年生，1906年生，1916年，大正5年，民国5年生。昭和40年回台湾。台南亚洲唱片公司1957年，民国46年创立。内容丰富哦，真好真好。啊，人来要问讲偌久转来台湾的要安怎讲啊？谢谢。偌久转来台湾哦？民国几年转来台湾啊？46年。哦，谢谢。民国46年转来台湾的啊，在做厝柳营火烧店。哦，你看火烧店6号啊。哦，做厝你看。好们啊，谢谢啊。内容丰富啊，哇！8月27号晚上啊，7点有音乐会啊，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要来这里演奏啊。参加活动还可能得到这个100岁的明旦纪念的那个纪念光碟音乐 CD 的数量有限哦。